人生匆匆百年，除咗相片同回憶，我哋仲可以為摯愛、為家族真正留低啲咩呢？愛意會唔會隨時間淡化？家族嘅故事係咪真係會被遺忘，再也無從追尋？原來一個精心揀選嘅骨灰龕，並唔單止係先人安息嘅一個地方咁簡單。好多人以為龕位就係生命嘅句號，但如果我話你知，佢其實更可以係生命以另一種形式嘅莊嚴轉化，一個靈魂得以安頓嘅神聖空間呢？喺道家嘅智慧入面，一個好嘅龕位係確保先人魂魄安寧嘅關鍵，同時佢亦都係家族傳承非常重要嘅基石，俾後人可以喺呢度慎終追遠，將家族嘅精神、先輩嘅教誨同埋溫暖嘅祝福，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去，生生不息。所以佢唔單止承載住我哋嘅思念，更係愛嘅延續，亦都係家族希望嘅寄託。